7月嘅香港熱到人都癲，但講到熱度，真係點都唔及霍家呢出連續劇。7月1號，香港回歸紀念日，活動場合人多口雜，霍震霆老爺子啱啱露面，記者之咪就差在舞隊都上佢塊面度。問乜嘢？咪就係二仔霍啟山同演員那言嗰單嘢咯。活動一完，出口通道就俾港媒記者圍到水泄不通，所有問題齊齊指向同一個焦點，就係近期喺網絡上不斷發酵嘅霍啟山同那言婚訊傳聞。記者問嘅問題直接又刁鑽，最近你哋屋企有喜事，啟山嗰邊，你對佢女朋友滿唔滿意？平時呢，霍家對呢類花邊新聞從來都係快刀斬亂麻，冇影嘅事一句不實傳聞就打發咗。但今次80歲嘅霍震霆成個過程笑到合唔埋嘴，先應咗句冇啲咁嘅事，又含糊補多句。呢單喜事等佢自己答，最好直接同佢交流。短短一句說話，冇承認都冇否認，但就令到成個網絡炸晒鑊。識貨嘅都明，港媒嘅規矩好簡單，豪門長輩唔否認，基本上就係默認。況且老爺子成個笑口早禁，冇半句澄清說話，對比下就知差別有幾大。早年傳霍啟山同章子怡嘅戀情嗰陣，霍震霆直接公開講過唔合適，硬佢。如今同係個仔嘅緋聞，同係女明星，態度一個天一個地。更加關鍵嘅係，佢成個過程都默認咗記者口中喜事呢個講法。如果霍震霆唔睇好呢段感情，覺得緋聞係老作嘅，根本唔會用喜事呢種偏向結婚嘅字眼。但佢又冇順住網傳嘅11月三亞婚禮嚟講籌備細節，將話語權交翻俾個仔，既承認咗感情嘅存在，又將公布節奏嘅決定權留俾霍啟山本人。呢啲就係豪門處理家事嘅高情商做法。呢場輿論風暴嘅起點，其實要追溯到6月中。6月17號，霍啟山同演員那言被爆婚期將近嘅相關標籤登上熱搜第一。多個娛樂博主接連爆料，話霍啟山同那言已經好事近，計劃喺2026年11月喺海南三亞舉辦盛大婚禮。消息越傳越細緻，甚至衍生出秘密領證、奉子成婚等講法。但仔細睇真啲，呢單婚事由頭到尾都冇一個實錘，冇酒店預訂確認，冇請柬流出，更加冇當事人或家屬嘅正面回應。所有資訊都停留喺據稱、網傳嘅層面，但呢啲都無損公眾嘅熱情。畢竟霍啟山今年43歲。係霍震霆3個仔之中唯一一個仲未結婚嘅。大佬霍啟剛早已同跳水皇后郭晶晶組成豪門模範家庭，細佬霍啟仁2025年11月啱啱喺雲南玉龍雪山搞完婚禮。作為霍家最後嘅黃金單身漢，霍啟山嘅婚事自然備受注目。講開又講，霍啟山同那言嘅緣分其實比外界想象嘅更早。2015年，19歲嘅那言嚟香港發展模特兒事業，簽約嘅正正就係霍啟山有入股嘅模特兒公司。嗰陣時，兩人就係純粹嘅老闆同員工，各司其職，毫無私情。真正嘅轉捩點喺2023年，那言憑烏爾善導演嘅《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入面妲己一角爆紅出圈。爆紅之後嘅那言冇揀喺內地發展，反而定居香港深耕演藝市場，呢個亦都令佢同霍啟山有咗大量相處機會。久而久之，兩人互生好感，低調咁行埋一齊。真正令外界認定兩人關係非同尋常嘅，係那言多次現身霍家核心家族場合。2025年11月，霍啟仁喺雲南玉龍雪山搞婚禮，那言以霍啟山女伴身份出席，直接坐喺主家席，隔籬就係霍震霆、朱玲玲兩位家族核心長輩。佢冇坐普通嘅賓客位，而係穩穩陣陣坐喺霍家主家席，成個過程跟實霍啟山身邊，逐個同霍家長輩敬酒傾偈。
敬酒嗰陣，霍啟山主動拖住佢隻手，介紹佢俾各路親友認識。現場畫面流出之後，全網熱議，呢個打破咗霍啟山過往戀情入面女友冇辦法踏入家族私人婚宴嘅先例。2026年1月，霍震霆喺米蘭搞80歲壽宴，純私人聚會，出面嘅人連邀請卡都攞唔到。那言唔單止攞到手寫邀請卡，仲到咗場。同年農曆新年，佢又跟實霍家一大家子去意大利旅行。有網友喺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門口排隊嗰陣撞到那言同霍啟山，令人嚇到下巴跌咗落地嘅係霍震霆同霍啟仁夫婦居然都喺度。途人仲影到霍啟山幫那言孭背囊，兩個人成個行程糖黐豆咁。呢個係霍啟山歷任女友入面唯一一個可以入晒霍家所有核心私人場合嘅。對比霍啟山過往幾段戀情，女方從未踏足過家族內部私人宴席，而那言接連參與3場核心家庭活動，足以證明佢已經獲得霍家長輩嘅認可。兩個人唔止感情上綁埋一齊，生意上都黐埋一齊。2026年5月，兩人合資成立咗山海文化傳媒公司，註冊資本5000萬港元，霍啟山持股51%，那言持股49%。正喺度籌備聊齋題材項目，那言被列為女主角首選。呢種深度綁定嘅商業合作，早已超越普通情侶嘅範疇，既係恩愛戀人，亦都係並肩打拼嘅事業拍檔。不過，就在霍震霆表態之前，霍家長媳郭晶晶已經幫呢單婚訊熱度降咗一次溫。6月22號，郭晶晶出席活動嗰陣，被記者追問婚嫁傳聞，佢面對鏡頭清楚明確咁表示，屋企近期冇籌備任何婚嫁，都冇計劃喜事，簡短乾脆。郭晶晶向來有嗰句講嗰句，佢嘅回應直接坐實咗一個事實。現階段確實未有結婚籌備，網傳嘅領證、大婚等講法都冇事實根據。但有趣嘅係，郭晶晶後來被追問那言相關情況嗰陣，仲補多句唔認識、冇見過。要知道，那言已經多次出現喺霍家私人場合，但至今確實冇影到過佢同郭晶晶同康嘅畫面。呢個背後或者另有內情。就在婚訊傳到熱烘烘之際，有網友挖出那言早年喺外網發佈嘅舊言論，涉及對花木蘭故事嘅嚴重歷史誤讀。佢將花木蘭講成蒙古人贊巴家，話代父從軍係驅逐漢人。歷史上花木蘭係北魏時期嘅人物，同蒙古族概念相差幾百年。呢條貼文嘅內容既違反常識，亦都傷害咗民族情感。更加令人關注嘅係，佢仲曾經用過對中國帶有侮辱性詞彙嘅表述。當時導演烏爾善曾出面幫佢解釋，話佢自細喺外國大，對中國歷史認識唔夠。那言本人亦都道過歉，話自己啱啱嚟中國嗰陣中文講得唔流利，唔識歷史。但3年過去，呢件事並未平息，反而喺婚事傳聞嘅背景下重新發酵。今次舊賬被翻出嚟之後，那言嘅第一反應係漏夜清理外網動態、刪帖，但就冇對新嘅大規模輿論做出新嘅公開解釋。呢種刪帖唔認錯嘅做法，令到唔少網友把火燒得更旺。呢把火緊接住就燒到霍家身上。霍家嘅身份好特殊，呢幾十年喺香港豪門入面一直係清流嘅存在。霍英東嗰一代冒住風險支援內地，霍震霆呢一代全力投入體育事業。霍家能夠有今日，靠嘅從來唔係家產，而係幾代人實實在在嘅家國情懷。喺揀配偶呢件事上，立場端正永遠係第一條硬標準。郭晶晶嫁入嚟咁多年，用幾十蚊嘅布袋、幾蚊雞嘅頭繩過日子，體育公益跑勻各地。呢啲先至係霍家睇重嘅品質。翻一翻霍啟山嘅感情史就更加有趣。當年章子怡事業如日中天，霍家要求女方退出娛樂圈，佢唔肯妥協，
最終各行各路。後來同外國模特兒拍咗4年拖，連婚戒都訂好，但始終入唔到霍家嘅門，長輩亦一直冇好面色。如今對待拿妍態度卻係天淵之別。拿妍能夠坐入家族核心區，能夠同老爺子輕鬆傾偈，說明喺私人層面已經被接納。但係想真正嫁入霍家，行埋最後嗰段路，佢恐怕仲要正面回應嗰啲避無可避嘅爭議，拿出應有嘅態度，否則淨係有長輩認可，冇大眾認可，呢道門都冇咁易入到。啱啱好嘅係，就在霍震霆接受訪問嘅同一日，2026年7月1號，香港特區政府公布咗2026年授勳名單，霍啟山獲頒銅紫荊星章，同批獲授嘅仲有何猷啟、鄺美雲。銅紫荊星章係頒授予長期服務社會並有傑出表現嘅人士。霍啟山2023年6月出任香港足總主席，多年來喺體育同社會服務領域嘅貢獻獲得咗官方認可。43歲第一次提名就攞到銅紫荊，事業如日方中，感情又得到長輩默許，妥妥嘅雙喜臨門畫面。喺事業登頂嘅關口，婚事自然被睇得更緊。綜合霍震霆嘅回應、郭晶晶嘅表態以及兩人感情發展嘅軌跡，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清晰嘅結論。霍震霆嘅態度係認可霍啟山同拿妍嘅感情，呢個新抱佢係接受嘅，唔排除將來結婚，算係默許有得傾。但佢絕對冇承認11月三亞搞婚禮嘅傳聞，準確消息仲要等霍啟山本人親口公布。正如霍震霆所講，呢單喜事等佢自己答。喺霍啟山開口之前，所有傳聞都只係傳聞。但對於43歲嘅霍啟山嚟講，事業有成，感情穩定，好事或者真係不遠了。只不過拿妍嗰幾筆舊賬一日未徹底翻篇，呢單豪門婚事就一日懸在半空。霍家呢道門從來唔係淨係靠老爺子笑一笑就入得到㗎。